2026澳門青年創新創業大賽總決賽即將隆重呈現。本屆賽事競爭空前激烈，從234個參賽團隊中脫穎而出嘅24強，經已矚目誕生。終局之戰聚焦於高新科技、新能源及環保科技行業，其次係人工智能解決方案類、生物醫藥及大健康類項目緊隨其後。嚟自澳門、香港、內地及海外嘅決賽精英將齊聚澳門，角逐最高榮譽，見證創新巔峰之戰。本屆賽事總決賽名單：初創團隊組、企業公開組。大賽匯聚各行業翹楚，組成最強評審陣容。評審將以專業嘅視角、嚴謹嘅標準，逐一審視每一個入圍項目，發掘最具潛力嘅創新力量，係機遇，亦係挑戰。讓我哋共同見證決賽，為澳門既多元發展注入全新動能。決賽當日，24支隊伍將以現場路演方式一決高下，爭奪企業公開組與初創團隊組嘅冠、亞、季軍殊榮。2個冠名贊助大獎、10個推送項目獎，亦將為優秀團隊敞開大門，助力創業者邁向成功。8月18日，2026澳門青年創新創業大賽，澳門科學館見。